这边来进行那种并肩性、并肩性来审查相对。在诗跟43篇有说到，红面发出了阳光的日子，好围绕我，看我到你的圣山，到我之处，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的喜乐的城堡。下面请看这首诗
地都要毁灭，神却要长存。天地都要离家，万一渐渐就好。神要将天地一一更换，宇宙改变了，唯有神是永不变的。
是人全身来伫倒。创作天地的难免存在，伊是道路真理的名，因为有你的听，甲你的意见，我伫找人的时阵，用你的宝贝来生成讲的做，互阮加对一个健康生的人，变天生有人。你也显示阮每一个人有特别的本事，我每一个人会当用这个本事来合作，为着到位的时间来尽心尽力。就是了，阮每一个人会当听主的大事，会当阮加对基督的精神，要做阮的肉体真正软弱。我当来尊重主的大事来行的，求主一个一个来相遇我。就是你的灵也是摕来感动阮每一个人，互阮通过慈悲基督会当好明白你，会当互阮伫热心会当伫传福音啊伫施工方面会当过来热心。阮也伫即个所在来为着阮身体也是精神也是言行有倒退，有做你个一件来传福音。阮就是艰苦的时阵。会当亲身体着主迄个安慰，阮会当用时刻刻用感恩来喜乐的心，阮也一边会当会议，阮会同工来组织来讨论阮的味道的时间，就是你也是阮指挥，互阮伫阮所发育的会当合作你的话来行，这是你的灵也温暖伫这所在。互你的话透过带对我的嘴来讲出你所咧讲大事的话，互你的话将做阮日常生活的力量。我们感谢基督，帮助耶稣的圣人求。阿门。即将查请到第二个道路。
比在伫西边，伫16篇到11，大家来看啦，咱今年西边11，大家来做一看。因为中华民国是中华，因为中华是哪里？也是中华。今日请传进落来广告，今日讲上帝的话会发感，希望更上帝求后天目标。这个注意大家互相注意安，真欢喜，一礼拜咱发着你吼，一个我透早，一个18包，两个拍爆3块钟吼，也是800块一样的吼，你看对不对？每条伫这个一礼拜中，家己性地发展自己，这是固定需要的。咱今日在讲一句话，是尊敬2当前，来防疫中心用处校正回归后，不用轰动起来。因为全世界全部校正回归是第4题，有回归分析，有校正回归，哇！比如参加电梯的这个媒，这个讲，都是咱小的咱就看，这个代志不管你讲的谎言，你讲的八卦，我在想讲八卦吼，台湾有做出意的，像即摆咧讲Me Too吼，Me Too个单位多迄个吼。在当时吼，我头拄甲小姑娘讲，你这大头有甲我甲你讲你先看到，你唔知甲我不舒服的。不舒服，你不老所以，咱一天有些话代表，重点是唔对，咱应该尊重互相尊重，这是应该。总是有当时有一种扩张吼，规当节目对不对？有些人开始安尼无限上纲的，那当然一种撕裂的感觉。主任检举达人，台湾检举达人吼，这种部分呢，迄回处理真9年迄个摄影机吼，专门在讲这边的，伊会注意代表所有的人啊，停车吼，填红线，暗时啊，倒来填的时候无人看吼，变个收着，因为咱来法官差不多2-3个台湾才收着，一边收着拢收着10几日。阮后生我就讲过，买一杯迄个木瓜牛奶一杯900块。一个我上拢做迄个木瓜牛奶，伊啊，我就上面来去订家己上，爱等家买人包，900块，买2日18块。我讲你是来带一杯迄个木瓜牛奶900块，我来打工了，来去上个收啦，6杯木瓜牛奶1人900块。这是对方对，咱袂使讲唔对，因为咱都违规啊，总是规个人去人的对咱互相制责。本来是错误在互相在中间的不信任，所以咱开始来看，什么叫做校正回归？咱来看这个书的时阵，咱看咱的小是怎样？咱开始有小可有咧讨论着。咱的社会中，咱真侪书吼已经开始慢慢来不同。咱看到真侪书吼，伫政治上2当选1遍，而且全世界可能人台湾选举吼。真歹讲啦，我做这个小动物是个人选咯，但是我只能讲安尼啦。咱2当是一边大选，一边就位家庭，一边总统大选。我开始要做这样代志，那个选举吼，咱的所有的物件拢总安尼，不管任何一项物件，都不同的解读，这边讲对，这边就讲歹，这边讲好，这边开始讲错。所以这个物件政治啊，社会上是你家庭，这种家庭吼。但是我跟我家庭家庭无同款，就早以前老爸有新老爸，阮这个时代是做3明治的老爸，对老爸爱对好的囝的后生，对后生买个因好的老爸，新妇叫做较同款，这个做新妇以后，啊，我新妇后生做以后，啊，新妇做到大家偌讲你的代志的即摆。咱问你是有做到大病啊，还是不在清楚啊？都是每年大家这个话没有，都越教这个孙，咱都会嘛共款。我第一是讲我从细汉到大学以前，我生活都比较会不中心，下班就是下课就是去教会，我淨係識住無人管，我到晚去打球，到拍乒乓，若無公通者就底先我地方
叫太来做这，其实对到以前才有食，以前就感觉讲到医疗就医疗就做做好食。哇！迄阵嘢打的时阵，开始到大学的时阵开始去食到你你做到头前两顿呢，请头头吃起来家己啊，头吃起来去到了，酒饮食拢酒呢，到4点去打波。我4点就出门就是大家开始就都好大地方打波出来。尤其是我阿姨啦，家里个囝仔啦，顾死，你到到去到去到去到多啊，怎么去吃物件？那打完了后，规个家庭搬来台北了后，开始咧，那个叫做敬拜赞美，细胞小组哦，一时间到了7块2人足济，开到台湾到位时阵，足济到400个，就是即摆2000个啊。哦，我怎么到位足济个开始有公民牌，开始有联盟牌，开始有机会。所有人拢去参加，因为我做公务了，人做做啊，家己会真减钱，佢讲做这里做这里，慢慢啦，开始减落来，开始你到了，比如到了礼拜公司，开始新告白礼拜公司，这物件伫咱COVID-19疫情了后，根本无共款，即个所有到了家庭目标。你啱啱上咱嘅以前即係有錢有錢，有東西有來，像即係這方面，咱就講負責哦，對咱嘅家庭方面哦。即係你知道哦，以前咧，即係不過是美國嗰啲咧，大家有一個即係這樣這種方式講，以前沒有哦，但是講你看直播呢。即嘛，但係就是廣東人咧，就講太跳過你哋方面這段話，到5分之啦，他發直播，他可以讓狀態，跟住我做工作透過狀態。那是敬拜上帝，我好認真咁嚟講，咱向上帝做這東西，總是咱唔是為了嗰隻今日特別高單的啊，才係敬拜咱上帝人啲大啲到現在就干，你敬拜上帝，你等於現在你講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要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我既然我們殿主必教我到底有個耶和華殿中到永遠，一世人那個耶和華對不對？阿們，咱真真正正是這敬拜啦，我講你是叫法子的，我不要講到老年人嘅時陣，那比如你話我對方嘅小姑娘，那個你比較搞得啦，好。萬呢？如果我突然間我本身我頭前嘅小人，然後就變咗我嘅小人，係啊，小人我。我講你作為中間老師就好咧，我講你嘅年紀，是我這個老歲啦，係啊，是像呢個小人小人嘅吼，你好你做錯過吼，你這個中大嘅，你今日係你做嘅時候就是一個大點啊。教育就講到多啲落地，就較大我買參與。這個囡仔特別較細我買參與。那他就開始不要到小東西來講，每個都是寶貝。我給他講還有特別在於。我講台語條，我真聽得懂啊。我感覺台語用在些較親切感啦吼。那大家無人有時候我還是用一些國語比較習慣，但是我自然間講連國甲咱講咱的台語是這個消失的語言呢。我聽是最艱苦，講啊，無咱最起碼對咱叫做到來面加減我對台語開始來講。咱下面真個看到真濟事的，有這個代志咧製造足濟物件，互咱這物件中間，不理我，為什麼不理我？真的不理我嗎？真的不理我？再來。看看，沒有，不理了，來，不理了，哇，可以嗎？可以動嗎？可以。唔知是我今日特別用電腦出來，我唔專去幫助小家庭，會袂？啊，無咧，我電腦看一下，有沒有？可以嗎？支持我家庭，當機啊！所以講咱個生活中間有當時安尼足失望的時陣，咱會做一樣代志是安怎呢？
哦，靠啊！上帝，上帝啊！你是要我拄着即个苦难啦？上帝啊！你爱救救我啦！啊，当即个苦难过的时阵吼，咱对只必然啥物通过呢？咱袂记你上帝啊啦！啊，对只苦难过啊！啊，甲你上帝吼安怎做？啊，都不要紧，啊，都安尼有来做礼拜就好啊，我有甲你做一个交代就好啊。咱慢慢从咱的生活，慢慢已经，咱的生活慢慢已经回归安怎？啊，都来做礼拜就会使啊。迄叫做仪式性的敬拜。仪式上的敬拜，咱慢慢真正咱来检讨讲，咱的即世人的中间是毋是咱爱检讨，就是讲，咱是毋是将迄个冤起头的疼、起初的爱心剥夺了？那有将咱冤起头的疼送失去无？像到底到的时阵，有冤起头的疼已经无去啊。咱真正爱检讨这样事啊，冤起头的疼是上重要。当你来到教会的时阵，哦，你做一心的去。咱看咱的美女姐妹，一个是特别讲伊要听到吼，美女姐来到教会时阵，我逐天笑到笑面啊！哦，你来咁圣道对时阵，感觉讲倒来到家庭的感觉啊，你特别欢喜无？足欢喜的，你来看。下日伊讲有讲，一声就水话出来呢。那你到台湾感觉讲我特别是欢喜的啦，你特别欢喜无？你看我用麦讲评你较大声。这是一个水的家庭，咱是为着某米人来做礼拜，咱上帝为着上帝来做礼拜。迄上帝是安怎？看到每一个上帝所创造这水的人啊，每一个拢足水的呢。不管主嘛足水的，啊正义嘛足水的，啊所有的人每一个人拢足水的。人啊无顶了，高中生顶了，你嘛足水的呢。所以我你第日出国，哦，你每日甲我看尔，总无地方你嘛足水的。每一个上帝面前，我哇，得加三角做伙是偌好咧。其实我足期待每一个礼拜来礼拜呢。我甲阮奇怪，我太愈老吼，我太工作愈济。啊，以前拢行顶悬无啥接触，现在愈来顶悬拢卡一吊就要找你，卡一吊就要找你，啊，定定要找你。我所谓顶悬是足顶悬的顶悬。咱小双方来开玩好无？我讲，即落在问我即我也无啥物啦，啊无咱咧金门看一下，咱去当带去金门啊踅踅。我好来开哦。即摆对大家拢咧感觉讲，你即个错误可能讲的话吼，可能你咧是上帝吼，讲的话毋知上帝会听。我当代表上帝啦。啊，总是慢慢啊愈老啊，所顶悬拢小可脑壳大正是有小可啥物拢甲你问一个啊，咱无啥当讲，有当时咱是黑白讲啊，他黑白讲就黑白听，就睇是个人。啊，有当时咱开始足细意讲话，即摆咧问代志吼，我讲办事足多马地。我小等一下，大家都也该看看的吼。伊拢讲这决定较紧，啊，就爱开始。定定，但是话讲就是我这边讲难听呢，啊，像隔离了，企业人我都敲着你看不认，透早尔，就总统批记者交代话啊，讲已经拢解决啦。啊，我看目睭惊讲我万一讲了毋对去的，我若万一讲了毋对去，会变安怎？我可能，可能是我这电脑诶充电，充电我这个搞啊，应该跟这个没有关系啦哈，可能昨天大家这个拍谁，跟同学系列，不管咱教育，那提供，咱若讲过话的时阵，我毋知像你个感想，咱是过去话叫做敬拜赞美。你感觉敬拜赞美是啥物袂？敬拜赞美，啊，敬拜赞美足侪人讲我一定来，咱今日头前冇敬拜赞美，啊，像迄个人均加迄个预防大家敬拜赞美，啊，跟前面怪足水哦，哇，敬拜赞美，尤其你若去到国家牌敬拜赞美吼，咱敬拜赞美是足故意的呢。我讲是属实的呢，你若去国家牌看敬拜赞美时阵吼，都起来了就开始大家丢啊伊哇，哇！我无讲这对对毋对哈，这每一个教会有无共款的习惯。哇！你有当时即摆赞美我看着我一个亲长，各用某一个亲长，伊去人咧即摆赞美入去了，看着人唱歌了，目屎开始练，伊最近的婚姻拄好小可出问题。伊讲伊去参加迄个即摆赞美了，伊心完全伊就现实全部完全改变家己。所以我袂反对恁举手去喊话，总是咱基督教会拢是较严谨。所以每一项的事情，你想啥物赞美想，你会想啥物代志袂？不一样，我靠你对吧？哦，你会想啥物？哇，第多只喊我，第多咧讲，我伫时阵教会时阵开始迄阵，迄个张启明开始
要做移民中心，要开始做静脉站的时阵，去迄个时阵到位看咧静脉站的迄阵，拢为了甲规为了背有人带秘书，有人带迄个办公厅，有人带迄个手风琴，维护带开始咧收到迄阵人迄阵真正毋知啥叫做静脉站的时阵，迄个 place 出来，哇，太欢喜啊！总是咱静脉站的上重的是安怎？用上帝做中心的。你所唱的歌，每一首的字，每一首的歌，是毋是有上帝做中心？还是咧表演讲我家做好唱歌？我大家咧讲静脉站的时阵，一定爱有一个特别唱。今日若蔡琴的带咱静脉站的，你感觉哦，今日歌特别足好听。有影，我讲无拄呢。我今日像人之家预防咧学时，我讲变蔡琴咧带歌吼，可较好听。我讲你讲觉得？应该是。那相对什么？咱直接用心要敬拜上帝时，这就是好听的代志啦。这是好的代志。搁第二哎呀，叫你，不领导的，我到有你哪到无？来，搁第二哦，咱来看。咱这摆到的时阵，咱就等看第二个代志。袂讲咱想看嘛咧，咱就受到圣灵充满，好，咱就想讲，你来做啥物机会无？我是伫充满的时阵哦，开始尤其是你到迄个邀我见证会，还是迄个知名所教，你有甲讲，因开始圣灵充满的时阵，开始讲钱，开始讲足侪话，安尼讲啊，你有听我无？所以我报时咧甲咱讲呢，你来细意呢，你讲的方言吼，若无人通甲你翻译出来吼，迄是真正方言呢。所以当时圣灵干面前他咧讲方言，是因为各所在腔口拢无共。腔口听无，口音都不一样。腔口不同，口音都不一样，所以他们用各种的话语让人家听得懂。到底是爱人听有的呢？到底不是在凸显讲我特别熟练？迄就是像今礼拜三来讲，迄法利赛人，甲咱讲，哇，我熟练哦，迄个抽象咱就税吏哦，到边啊讲兄弟啊，下面无。咱用咱的心啥个来做的？所以咱有一个时阵咯，有一个代志，我定定记伫心肝内。讲伫心肝内时阵，要讲这真重要，代志是安怎呢？咱定定看全人悟道啦，爱内在医治啦，全备的福音，敬拜甲赞美，圣经有无？有啊，但是圣经无敬拜赞美四样做伙。敬拜其实条路共款，咱用心肝三角来学到主，这是真好的代志，总是上重的是安怎？爱学到主啊！上帝做中心啦，爱学到主。所以讲，即句话吼真重要。即句话我希望咱一定记好条。即个咱三个来看，因为时候到，来各位来，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啊，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我就是说安尼听道理，听圣经都听啊遮久啊吼。较讲着讲遮，较讲着讲农夫的故事，较讲着好个啥物字啊啦，听啊，较讲着约瑟。我从细汉主义好听到即阵，你讲足细呢，较听这话，所以讲我开始变化新呢。开始灵恩布道开始恩典，大家拢甲你讲，所以我嘛定定是讲自然书的中间哦，我咧准备道理的时阵，咱本来今日开始7月开始，就要对哥罗西过来以弗开始有系列，开始对圣经来开始咧讲。我俩是讲，这敢真正对，敢真正对上帝好。咱来看圣经中间有一个，来，拜讲几个。当陈时中咧校正回归有400例，就讲咱迄阵拄咧 COVID-19 的时阵吼，一日拢几十例尔，就用一日有中间流来讲加400个，头要紧张死。开始国民党开始骂讲，开始骂讲头咧叫做校正回归，就因咱咧检查袂赴，为着安尼去即个中间就遐检查出来，拢总甲加入，叫做校正回归。叫我问你我读管理学的其实管理学无校正回归这2字啦。所以讲咱的管理学内面有一句话叫做啥物呢？叫做回归，咱用，咱叫做回归。回归你讲，回归分析，就讲咱开始有寡变数。咱开始从这回归，来用有个变数，这变数中间咱随伊的趋向。比如讲，咱去一个来讲，天气啦，落雨的时阵，这个物件有较侪人买无？是讲，若较好暑假时阵，是毋是较侪人来食这个物件？是讲，你用有诶无说讲，我听用管理个时阵，在你的讲座内面来讲，
咱去研究看卖，我若讲即个题目，啊是大家欢喜，本届调查，哇，大家拢爱讲即个题目，讲伊就安尼，拢爱讲阮有罪恶的代志，拢讲稳定，好，来世上地拢足好，来世上地无灾无难，好，来世上地绝对袂遇着歹代志。来世上帝拢是稳定，来世上帝一世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好。即个题目，你看卖大家讲这上好，哦，你讲这就好，毋能够讲圣经啊，圣经啊，你讲吼，我已经读到拢先啊，搁咧查经。咱无共款呢。咱伫接种回归时阵，咱有一个最重要的代志，就是讲，咱有人知讲，咱伫接种回归是安怎呢？咱就看迄个回归吼，本来迄个回归是一个走马盘，迄是统计学。但是咱的回归，我感觉真对呢，敢若回转。咱我买内面书第4章内面最后第3章来讲啥？回转。回转，伫罗教后面时阵嘛，甲咱讲回转的伊利安来时阵，咱要回转，回转伫上帝，咱来校正啥？咱所做的毋对的代志，咱去校正，咱来去告诫，无合上帝的代志，咱来去告诫，咱啊回归到上帝的话。咱现在回归时，我感觉对咱来讲嘛是一个真重要代志，啥咯？咱来回归到上帝的话。伊做这物件时阵，咱读经与咱来读圣经时阵吼，咱来做一样代志啥嘛？咱来回归上帝的话。咱来读经的时阵，咱过来，咱读经的时阵，咱来回归上帝的话。因为咱过来刚小可怪怪，无这无动来，过来，有吧吼？这个。啊，我敢讲出嘿，这介绍，迄个可能个。也是可能无定义的款吼。咱大家时咱小众回归啊，咱咧读圣经读100年，啊，要上帝就老开始70，上帝想咱家己开始10，不爱开始800。咱读圣经读无了解时阵吼，咱继续来读落去，继续练下去。读圣经时阵，毋是70变10啦。啊，讲安尼我继续读圣经，上帝甲讲即个话，上帝叫你做生意好无？这样面面啊，讲要去日本设厂，好无？圣经显出来，上帝讲毋通去咯。迄个所在，迄个学生讲，不如是咧讲，咱来遮传道，啊，圣人甲讲毋通去哦，你爱去到迄个所在哦，啊，结果显出来讲，啊，我毋能去日本，你若去10啊。上帝是故意的，规本先甲你讲，到底意思是在做安怎？所以咱毋能够任意70摕13年，咱再去校正回归到上帝要甲咱讲的意思是啥物？即个咧圣经章，你有可能读太你会误解。总是你若假使无了解时，你家己唔了解，你搁读落了，你就发觉讲啊，本来上帝要甲我讲啥物？咱那点摕一早咧讲，像我定定咧讲迄个笑话，伫犹太上帝讲你去啊，哦，上帝我做生意好无？上帝讲你去啊，然后佫反过来，无偌久犹太掉刀死，上帝我做生意虽然失败，犹太讲啊就掉刀。所以我们不要将上帝的话永远把它曲解。从咱的孝顺回归嘛是有讲，不是在开玩笑。结婚以前，因太太问先生讲：“你这世人捌交过女朋友无？”我这世人捌交过女朋友，交过你一个尔。但结婚了后，我要孝顺回归，真是的，安尼足侪种女孩子的电话。我伫结婚以前差不多交50个女朋友，这样子才50个尔，到差不多60岁时，我佫有交过迄个叫做女性的朋友，安尼才10个。咱第落来呢个孝顺回归，咱遐无解。其实孝顺回归是咱上帝的话，你要甲告诫我好势，回归到上帝的话。我再讲一次，我们把我们的误解上帝的话，把它矫正，然后回归到上帝的话，那才是真正孝顺回归。那孝顺回归其实唔难啦，清清彩彩开一句，所以不如现在甲咱讲一样别嘛，有叫咱死啦。就你叫他多了，他还是不理。还可以聊啊，我还可以。交我电脑看看呢？电脑会不会有关系？今天我拿电脑出来。啊？会不会？可能跟要分开来电脑。所以咱咧看时阵哦，咱来看。现在甲咱讲啊，字句叫咱死，咱摕一句字句了，啊，你把它钉死掉。心意叫咱话，咱来了解全部意思，了解上帝意思，写做安怎？所以有一句话真重要，这句话啥叫做真重要？请咱注意听，这句话时阵，咱来特别听这句话，毋是咱来跟我讲，确定哦吼，来，我试试看来，
这个听到了哇，感谢主。这个咱讲，唔是咱咧了解上帝话，是上帝话在剖析我们。我们再看一次，不是我们在剖析上帝的话。我上上帝这句话，就是咧讲啥物？好，我开始去解说，我去找出个注解，好，咱注解特别多。唔是讲注解唔对啦，所以咱咧全部爱知讲，上帝是要甲咱剖析啥物。所以顶礼拜三来甲咱讲啥？律例条文典。咱毋通死守迄个律法啦，咱最主要啥啦？爱甲上帝文理是做安怎？所以咱伫6月11日时阵，特别是早间中间人甲咱讲，咱有几项事的时阵，咱来特别知第7个吼，我。咱来特别几项事时阵，咱来特别知。伫咱早间的中间，咱来有一项事地拢知。咱的早间的中间第一项就是咱来安怎？要有系统的早间啊！我讲咱中到即阵是上学。咱有系统的查经，进查到诗篇。我头拄特别去问伊，那个议论甲预防，因为恁两个要写诗篇，我写到诗篇119篇的。伊讲还没写到那么多，诗篇119篇有176章，犹太书25章尔。你敢若写诗篇119篇，得当写差不多7部以上的犹大书。但诗篇119篇咧写量是有限好。每一句话776章，每一节，伊当然分做8个章节啦吼。每一节头前的章节是阿尔法、贝塔、伽马，迄是用希腊母语的字母哦。你注意看，叫字母，咱一字一直排8段，一段刚好7个章节，所以总共有176章。这个是这个22段，总共每段有7个章节，总共176章。每个章节里面都有它的字母存在，都是上帝的话，当然拢是上帝律例。所以上帝律例上重是要甲咱讲啥？是上帝文典。上帝文典，所以讲你读圣经时阵，上好是全部先看一遍。或者讲圣经咧讲啥物？毋是讲7节圣经尔，然后详细认真去读，然后咱来注意咱注意上帝咱大家认真读尔，咱来甲校正回归。啥叫做校正回归？咱来知上帝开始，我较早读了去误会的意思时阵，咱去回归上帝真正的意思。所以咱来真重要，咱较早安怎去看到异象的时阵，今年2到第18条，咱甲咱讲，若有异象，民就放肆。教需要异象啊，但是教上点是安怎？大部分有异象。啥叫做异象？我昨日形容哦，想啥物？我想着教应该做啥物？上帝甲我启示，我应该安怎做？咱足侪咱有异象，所以咱来真细腻，咱的异象真济中间，咱来有一项。上帝讲伫末后的日子啊，我要将我的管啊伫有迄气的人，啥叫做有迄气的人？咱大无迄气的人。我想在座无迄个人，请举手我看者。大家拢有迄个人，我的后生查某囝要讲预言，少年人要讲异象，老人要做异人。咱在座毋知有人毋捌做人无？最近听讲一个活人，一个人讲，已经70几档毋捌困，你知有影无？讲70几档毋捌困啦。我讲伊迄2时就在创伤生活群，讲真正毋捌困70几档，迄70几档会当无困，实在无简单诶吼。咱一直做梦，但是咱会记住，咱做梦梦做了时阵安怎，总袂记啦。你等下做梦做着讲，我昨日刚做一个梦，看来梦啥物，再来牵一过来，隔两日就全部袂记。所以异象有一项的特征是安怎？这个异象互咱知影一项代志，这个特征是啥？内心真清楚。因为异象咱知影讲，异象真清楚是有理由。比如看到异象的时阵，伊咧困中头看到异象，足清楚。甲讲这异象，你会去到外邦人的所在。异象安怎？启示足清楚，佮上重要，你啊通过祈祷甲读圣经来验证这异象到底是毋是真诶。上重要有异象安怎？毋但上要信是个感动。顶礼拜，咱有3个团体，5个人来做辩证，伊用个5个人来做伊个受训的分享，伊用个做辩证。我是每一种感动，总是不要忘记，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你有感动的时阵，你就要真正去做。咱在小时感动你时阵，感动你敲一个电话某某人，伊咧感觉你敲某某人一个，好啦，我明仔载敲，后日再敲，啊个紧。小时感动互你时阵，你就随时去做，通做就无耽误。第三时间关键咱回归向神，求他神的恩典。咱来真真正正，咱来知，咱来回归向神求神的恩典。咱今日太随便十六篇，第十我讲讲，我们将生命道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欢喜，伫你的右手永远的快乐，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上帝应允咱是真水的物件咧，上帝应允咱啥物？上帝应允咱会当对求恩典。上帝恩典记录伫咱心中，咱顶面有咧读这样书的时阵是咧讲到你个雅比书的祈祷。咱读雅比书的祈祷的时阵，咱会先看迄个议题。咱内面中间有祈祷会，咱来之前就是敢若祈祷会嘛，咱来迄个讲义遐嘛敢若祈祷会。叫人做啥？做大灵勇士啊！上圣经毋是讲咱随便送互人要做业经的。上圣经上回咱上帝话对，尤其是因的圣经用新约，后壁拢是真言加诗篇。遐真水的，真加诗篇是足水的道理。咱若看迄个基甸的勇士的时候，就感觉真趣味。伊要去烧台，对个是几个人？153000个。基甸迄几个人？32000个。32000个要夹153000个烧台。想咧讲，迄人伤济啊！哎呦，3万对15万讲人伤济，啊无安尼，恁袂惊人他对我来，安尼1万人对去了，上帝讲，啊嘛是啊伤济。兄弟啊，1万人对15人会伤济哦。因15万呢，我带1万呢，安尼伤济哦，伤济啦，去啉水，啉的，经过的啊，经历300。300对15万呐，300个对15万，你若叫我吼，用我惊着惊死，紧比遐拼。300要甲15万，300个分做3组，一组毋得100个，要去对15万人烧台，讲夜2个烧人，看多细声细细啊，倒。上帝互咱知影讲，足侪代志我好上帝人，是我好人，是我好才能，我好上帝领带食起来事嘛。咱来相信这样事啊。咱每一个爱相信这样事，等到我70几岁了，我却真正体会到，人真正不够啦，哪有偌够？讲像上班家做到总统到上沿海站的迄落拢无够，上帝上够。我好上帝就得胜，无我好上帝就失败啊！伊安尼搁遐大声照常公义，爱声遐细声照常失败。咱真真正正为了这样事情啊！真真正正，我好上帝第2项爱是雅比书的祈祷，好大恐惧。上帝恐惧你所互我，叫我3个伫个空中，我的境界，互我免拄着灾害艰难啊！咱家真正伫上帝面前祈祷。最近伫6月20的时阵，咱有发一篇的迄个新闻节，咱一个96岁的迄个彭文惠女士，总统亲自发动伊。讲我真系想这样事呢，一个伫台湾方面一世人，咱安尼摕一张身份证，互伊欢喜啊！咱特别有身份证的人拢袂欢喜。迄身份证吼，尤其是我咧想在座的人，即张身份证发到即阵拢有趁字的人吼，你免举手吼，我看应该无人。若身份证发互你到即阵趁你5张以上的人，我咧想即阵人举手。我们不会很珍惜耶。但是台湾伊很珍惜，因为我摕到身份证，那足珍惜。这人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特点。你看咱的彭惠女士的时候，以前好呢，伊做，你看咱嘛知，伊做迄个空中英语，做啊足成就足好。总是伊主动是伊的名就是叶乔老师，主动是对美国要来的时阵哦，足紧张呢。因爸爸要坐一个首都，爸爸甲讲，查某囝。你若感觉无来吼，足艰苦的，你真落来了要紧啦，莫去啦。去到一个人，伊就到一个未婚夫呢。伊放散伊未婚夫要去到中国大陆，将个性命拢总，迄顶所有物件拢总放弃。
伊讲无，我嘛是要去，目屎连连干咧，照常去到中国，中国所在伊老爸一个老母拢过身，伊无钱通对甲看，然后战争走来到台湾的所在，伊到台湾的所在，伊想讲，咱足怪吼，咱来到台湾应该是先找台北市上人的所在，即双港苏人拢有一个特色，若西部拢是找东石啦、嘉义啊，遐较沿海的所在，啊无就去走到花莲，尤其特别台东。我伫台东的时阵哦，一土地拢双到输，啊，毋做迄个咱拢无爱做工课，叫一世人互阮伫啊。我去妈祖的天主堂2个收入，一世人互阮伫啊。好，对妈祖偌尼咱好咧，好甲伊老叫妈妈，这根本心里好痛苦，那真的是爱他们，他从心里爱马祖人。我们做得到吗？我们做得到吗？我所看到的彭文女士里面，是到台东那种地方，是人家都不愿意去的地方，一起到那个所在，跟啥都来做会，她是学音乐的，伊甚至到台北时阵，伊组个音乐团，组个音乐团咧，伊就是伊知讲台湾人的英语程度不够，没办法跟美国人沟通，所以他算是空中美语、空中英语。我想咱在座这侪人拢是空中英语长大。对台湾有多无？足多啊！有趁钱无？趁足多钱的，有用着钱无？无。因这双高中一个特色，因若到迄个所在，咱设立一个机构，迄个机构的以后若趁钱，就是这个机构一辈子这样永续下来，他们没有拿到任何钱。咱到的节就会了呀。孙爸我无孙你吗？孙你没读书啊？我在基隆遮大个机构，我迄个敢若万亿个地就跌到不得了。有摕着钱无？无啊！伊敢若咱这样就摕走诶。以前我知咱的地也是有伊诶眠床，敢摕走吼？毋知摕走？伊拢做一间伊诶眠床尔。遮大诶事，要一个人通去买眠床。有当时咱间比起咱搁足见笑，我若看电影我足见笑。因听台湾听到安尼，听到隆重贵姓甲一条眠床。咱袂，所以彭文嘛是伊创造这个遮大的事业时阵，伊嘛就是讲伊也是一个校队，因为做音乐，所以创一个天灵乐团。咱小学弟买去彭文啊，彭文哦，少年人不一定嘞，是安怎？伊的音乐拢较像伊个中老年这一辈，都是以前那遮音乐，所以伊就听咱人做唱的即句话。伊唱即句啥啊？上帝维护还是种违规？你看我将我的维护放伫你身边，免伫我得罪你，免伫我伫遮来当着。还主啊，求你给我成功，我爱你的声音啊，我爱你的声音啊。他就将他的心境把它用出来，在他们天律诗班里面，他让他们知道说，你做我脚前的灯，西北几把高平来比，有一天你们会超到。茶具怪时，拉草里的那个飞起来，做我路上的端。OK， 来。咱现在咧唱这边唱，这边咧唱烟花，所以意思是啥物？所以讲咱伫上帝面前，只爱唱烟花，当作上帝要来，做来，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变得我的嘴里，变得我愿意。哦，主啊，你我心底，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来用嘴来，那边想要过去，你的话语长存，连边想归还，你的话。
请你回想看看，这辈子上帝在你的面前做了多少的事情？有没有将上帝的话藏在你的心里？你有没有回转向神而不是向人？你不是为了某个人来服侍，而是为了神而服侍。你是否持守那个的丰盛？这些请对不起你，你会站起来。站起来唱最后那一节的时候，我想用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做托付，在神的面前我立志。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语长存。天地将归来，你的话。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校正、校正、回归。我们要将你的话语校正、回归、回转到你的身上。在事实上，我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求你原谅我们，怜悯我们，让我回归出你的怀抱。我们得主你的怜悯。得主你的恩典，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请坐。即想请准备心内的方面。
者唱上演391首，上面话请你老师来主动。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正塔以及圣神的上通，时时刻刻甲恁三甲地地，对即时起，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这部分先介绍一个新的朋友，叫刘景武、刘面武、刘面武。好相间的吼，伫太恩堂嘛，爱师太恩堂也要指挥安尼。欢迎你，希望你能够继续来教会联谊啊，来教会做礼拜。那多谢我愿意继续来本教会做礼拜的哈，我们非常欢迎你啊！来继续咱来看报告的部分吼。第一点，咱有今日有小组啦吼，第二项咱今日自会后，咱伫4楼有调规中级甲各团体的辅导甲同工吼，来做一个沟通的会议啦吼，请各团同工会当来出席安尼。第三，咱6月18小会有接了刘公主姐吼来会接与台北中国教会专题会接，谢谢。第四点7月起吼，所有的查经按倒位吼，咱家己小组来分享。咱其他的时间，咱基督会不定期吼来举办安尼。礼拜咱有请林依婷姐妹来分享怎么做简单的一个影片的剪辑啦吼，咱欢迎咱不管某团体的会友，还是讲咱的兄弟姐妹吼，来上马帮去乱来参加呢。以上咱再来做一个把比来做一个订阅的制度。
这样大家来做平安夜，我11点半开始做小组分享。可以啊。圣歌队。好标吗？那个环岛了，环岛音响。